陈方图，他出身裴府，裴府又是前任司军裴武将的私宅，能搞到陈方图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他这是要栽赃我私藏陈方图啊！幸亏我们发现了他，不然就让他得逞了。原路放回去。啊！不成全他，怎么成全我呢？少城主这个位子啊，我也是坐了够久了，只希望茵茵这回能够加点力，别让我失望。少君放心，小人已经将陈方图换成了别的东西。哼，有我在，苏子英别想伤害芊芊。去请裴恒了吗？早就去请了，算算时间也应该到了。我倒要看看，此事一出，裴恒还有什么脸面在芊芊面前？的确会名誉扫地，但还不至于退位让贤。不至于，那不能够。去看吧，都去看看。那什么，不会人神共愤的。毕竟也是人之常情嘛。成是，确实德行有愧。那是。不过咱们少城主就是这样的人，可不吗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啊，那是。不就张陈方图吗？干嘛要这么看重？不愧是少城主啊，是画像。看这样，画的像是裴思雪。少城主竟然偷着藏裴思学的画像！别说了！不对，二姐，这不是我藏的图，不对，有人陷害我。你们主仆二人联合起来戏耍我。二郡主，不是的，小人绝对没有戏弄您的意思。谁干的？少城主，少城主，裴思学来了。继续说。少城主诡计多端，想必是他有所察觉，才临时调包甩脱罪名。他私藏陈方图是小人亲眼所见。苏子英，是你告发芊芊窥视花园城机密。公子，小人真的亲眼所见。图呢？芊芊，裴恒，你真的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清白的。在你书房抄出这种东西，难道就不该关心裴思学的清白吗？对，该关心，所以我们两个都是清白的。苏子英，你干的好事！小人不知，小人是遭三公主陷害，三公主心机深重，给小人看陈方图，却私自换成画像，又小人诬告。你可闭嘴吧！你会在你身上。苏子英肯定是和二郡主里应外合，否则二郡主怎知我少城主藏图，还来抄家呢？哎，说儿吧，是小人一人所为，与二郡主无关。陈芊芊为人残暴不仁，德不配位，小人此前与她有私怨，才栽赃陷害，不关二郡主的事。私怨？苏子英，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啊？苏子英，给我站住！你竟敢冒充自己是女子，想要讨取副将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花园城内被你欺辱过的人岂止千万，你怎么可能会记得？陈芊芊，又是陈，他的锅我什么时候才背得完我？既然认了，那我便来替三妹除个内鬼。来人，苏子英陷害少城主，即刻关押，等候发落。是。苏，哎，都不苏了。二姐，听我说，我真的不想当少城主，这个事情我还会想办法的。威猛山下，我与三妹对弈，三妹当初承诺要将2样东西还给我，少城主之位不急于一时，只是另一样，三妹，
可要加把劲了。对不起啊，裴恒。芊芊，你不必自责，是我一时疏忽，竟安排这样一个人在你身边，还差点害了你。苏子英的事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眼前这个事儿，我会想办法还你公道的。